嗱，放咗榜幾日啦，最煩嘅唔係張成績單啊，係所有人突然間變咗你嘅人生教練，會唔會啊？媽媽話：梗係揀啲穩陣啲嘅嘢啦，醫生、律師啊嘛。爸爸話入到大學先講啦，求其有學位就得啦。朋友話：喂，呢科今年好 hot 喎，唔揀蝕底㗎。有啲親戚更加犀利，已經幫你安排好晒你嘅人生時間表㗎啦。嗱，讀4年揾份工買樓結婚生仔退休，你可能連個女朋友都未有。但係佢哋隨時幫你個孫都改埋名。你坐喺電腦面前睇住大學嗰幾個選項，手指放喺滑鼠上面，但係你唔敢撳喎，心口好似有嚿石頭喺度扎住，仲喺度唞緊氣，但係唔係好舒服，好似食咗成碟乾炒牛河，但係冇茶飲。你開始問下你自己，我到底應該聽邊個話呢？但好少人問你一句咁樣嘅，嗱，邊條路你自己可以走得最長嘅呢？放榜之後最容易中伏嘅係你用恐懼啊、面子啊、比較啊去代替真正你自己嘅選擇。有啲路好好聽，但你每日都讀到人啊都謝晒啊！有啲路人哋覺得好普通，但係你一接觸好有手感喎，好似打新 game 第一次就上手，爽爆啦！有啲路父母覺得穩陣嘅，但其實同你嘅本性組合完全都唔夾嘅。你讀到第3年先發現自己憎死呢行，到時轉又難，唔轉又難。你卡喺中間，好似搭緊一架壞咗冷氣嘅的士。嗱，呢個係我大學3年班讀緊會計嗰陣時嘅感覺嚟㗎嚇。用 LEST 去睇呢件事啦，唔同本性揀路嘅時候咧，會跌入唔同嘅陷阱嘅。L 本性最容易揀最威、最有排名、最似贏家嗰條路，但係問題係威唔威係唔等於適唔適合㗎嘛？你見人哋讀 EYY 啊，你去讀，結果日日解剖啊，到手震。E 本性最容易聽落啲有趣啊，有新鮮感，多人羨慕嗰條路，但係3分鐘嘅興奮未必等得住你4年嘅功課㗎喎。S 本性最容易為咗唔使到屋企人失望，揀一條自己其實都唔係好想行嘅路。佢以為自己係孝順，結果慢慢耗死咗。10年之後，你阿媽可能會同你講：唉，我真係唔應該逼你，但係都逼咗啦嘛。T 本性就會分析到凌晨3點，每個 program 都比較，每個排名都查，每個出路都研究，最後越睇越煩，越睇越亂，都唔敢揀。你呃到自己，但係你呃唔到成績表㗎。到最後，你個腦好似一部開咗100個 page 瀏覽器咁樣，最後成部機都輕咗。所以而家你唔好問邊科最叻，你要問3個問題。OK， 科學化少少。第一，邊條路係最配合你嘅能力，即係話你係可以做得到嘅，唔係幻想自己突然間變成咗另外一個人，唔好同現實鬥氣。我唔係一個好嘅生意人，因為我唔係一個好決斷嘅人，但係當年嚟講，我就一定要去讀 business 喎，因為我覺得咁樣先至可以光宗耀祖，所以我就跑咗40年呢一條錯嘅路。呢條路係咪適合我自己呢？呢個就係你第二個問題啦。你係靠成果推動嘅人，定係靠人際關係而推動嘅人，定係靠穩定關係，定係靠深度標準同完美呢？到底你自己中意做乜嘢嘢？呢個非常之重要㗎嚇。第三就係呢條路喺4年之後，社會願唔願意為你埋單？有冇市場嘅價值？只有當呢3個問題都係 yes 嘅時候，你先至好揀啦。記住，分數決定你有幾多道門係開咗俾你，你可以入。本性嘅組合決定你入咗之後會唔會越行越覺得自己似返自己？你會唔會越行越清醒，定係越行越懷疑人生呢？ DSE 之後，真正重要嘅唔係揀一條最光鮮嘅路，係揀一條你自己願意負責又行得長嘅路。你嘅人生係你自己寫個故事嚟㗎。唔好似我咁樣花咗40年喺度爬條樓梯，結果到最後我發覺我係入錯咗個大廈㗎喎。
所以如果你想睇清楚自己嘅個性或者係本性組合啊，比較適合做乜嘢嘅，撳一條 link 做翻個 LESC2 嘅測試，可能幫你慳翻幾廿年嘅。我哋下次再傾。